电视参看平台资讯的朋友，看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朝的收看电视啊！继续为您播出飞行上片平台龙凤生祥。我国他范范分享上，生就少满脱自家，一妹子上香为育儿，拿累板骗得东下来，目的是必为经济，所以拿生就搭追鱼，目的是继续喷队。但是累板的人已经在东下站，老百姓侪晓得着，咁哪哈办呢？哎。国涛想出子一个办法，想托菩萨的福，看看搿个累板究竟是啥等样的人再说。那么结果哪哈呢？请听题目为福有定神宝与上海平台头麦心林、周伟、甘博文三个当台唱。甘露寺啊！辣辣南市城北面的北果山，皇上兵马是规模宏大。甘露寺的门前，一只青槐亭，后头有座三层的楼，叫都金楼。都金楼的西面有只2层高的亭子，叫望岗亭。甘露寺相当大，包括有大雄宝殿、卢虎堂、古云殿、乐君殿、上金楼、冈神阁。哦哟，今朝的甘露寺不得了，张仪肃穆，香客之母，慎重历代，侍卫人员。为的啥？何国他也来烧香，所以甘露寺搿点几十个和尚历代相迎。时日新品落满后，烧香百无念弥陀，不求今生福中福，祈求来世福更多。今日里为儿女相亲，得将我心中忐忑不安。后国他称没称你国他年纪不大，44岁，一生当中落入好事，相信的是烧香拜佛，还想不得个儿子生有龙出石行中事体了。骗刘备过江招亲，实则所谓荆州，否则要杀刘备，不是结果了告诉我为蒙拉沟当中来。我儿子叫得来一顿教训，今朝决定甘露寺相亲。我要看一看，刘备中意的能加不利，不中意的随便来囊处理。所以今朝一早起来，送子教子，十望镇甘露寺而来。嘿，身上香还来着。娘今朝到甘露寺为自家相亲的事体，上香了来地浪侪听见。听说刘备是当时的英雄，但是到底长得哪样子不晓得。娘也为自家去看，但是上香桌里头，年纪大的人和你年纪轻的人，眼光总归有点两样的。做些娘看得中，我倒看不中；还做些娘看不中，我倒看得中的。所以半夜自家去看。那么到娘提出，我也一道到甘露寺去看一看。这国他外头里是难想得出的，他从来分听说过啥个女三娘去看我个阿满意了不满意，为了把人家晓得一想来的。这上香是不眼光，我背出一个宫女，把人家不晓得个呀。娘，那趟是不答应，我是一时不答应。国他不里受得实在没办法，只好答应。所以身上香今朝背着一个宫女们，一见三见，跟娘一道来着。无度片刻，一见同家，十见三见，大概打甘露寺。身中人杰，先大用宝殿，和尚殿下三炷清香，搞不了国他们国他，香拿到手里，三供三奉，香炉里香擦一擦好，恭恭敬敬啵，把带浪举下来，磕住3个头。立起身来，回答一声：“师傅，牵动是缘。”来，当家已经牵动拿过来，
恭请国泰求签。打，牵动拿到手里。哦，今朝搿只牵动拿到手里向，只顾上重之之。啥体？为囡儿终身求签呀！眼睛闭动，默默通神的个心里向都是七上八落。敲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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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砰！等到一支签得到地了，启动先还不拉后上，搿支签拿过来一口，33签中平，不黑也不坏。咁么也从来无不可以，搿个是菩萨的意思。签决浪到底哪下个还要扣一扣，拿支签搁不拉后上。师傅，请将签决取来。阿弥陀佛，也今日33签拿过来，大个面大地的墙板边啊，一排一排过下来，还侪是签决。按照下地33签决拿来过来，不能过他。阿弥陀佛，打接过来一口。哎，你得非是菩萨灵光啊！晓得我们那具体啥？意思无疑看清爽、看明白，签决各位不拉和尚们居中受定。上下看娘侬签决还不拉和尚，哎呀，不知上帝下的少哎！看娘举着支签，面孔浪向没少变形。搿桩事体攸关自家的终身，得一自家亲自看一看。所以关在宫女切切如拿签决拿过来上口了。上头4句闲话，2句千里走是非，刻楼青云飞须归。妓女也得手上冰，千定我与对下灰。搿个啥个意思啊？上相聪明人，好好问。两家思索，哦，明白着。2句千里走是非，还就是说，刘备赛过一匹好的马，谁人又大虎口海量。第2句，刻楼青云飞须归，谁是说刘备是后世忠亲，应当了皇城里向扶持皇帝的，因为杀差走旧，所以一时头浪向回不走起。第3句。妓女也得手上冰，还是拿我娘后过她，比作王母娘娘是也得手上之人。第4句气定我与对下回呢，还是说拿西莫挂有个车子定一定，准备花钱拿能嫁不了刘备。对下回，下回算是斜阳。斜阳还算是讲辰光挨着，哎哟，搿意思里向，刘备这段年纪不写着，哎，边浪为与这样写字，罗家生育，婚姻未成，隐人不知聚在6分。罗家生育，搿谁是说我将来会得养囡的？哎，我太欢喜女婿男个呀。这一口哦，婚姻未成，啥叫未成？还算是讲年纪大了再结婚。搿像我今年10句哦，女婿男当中属于大个在。搿像上去刘备年纪也不小在，隐人不知，还算是说刘备搿个人一个浪分段的，聚在6分。哦，算是说刘备动地不大的。搿上下周年的，我杨震至于贵为君主，动地我是不在乎此的。哎呀，在签决看下来了，今朝桩事体会得成功的。嘿，身上想帮忙事体成功了，你得再忙喊个上户想着。我深究呢陪娘一道来进香的。今朝是心里向没儿子，头面个教育大事体，告诉娘。弄出今这种事体，哼！不过想上去了，娘夫还中意个。刘备到底年纪大这样，比我娘还大呀！是吧？乃看不中，搿是不客气。所谓今朝，
拿外国团发把出卖队我拿来杀。所以那只安排好，为着大将家务打300名都负手，大力两毛比个嘴浪里向埋伏好了，到辰光见机行事。哎呀，辰光不早着，哪个吕备回不来个呢？哎，吕备分得么结果了得来着。如是江东好隐居，亲上水走多思绪。事不看破面努力，富贵为愿心自虚。老夫教育，现在来上稳居太尉，这位社长是龙主，各位高老万乡，真是建构吕衙役，杀鸡上于乡。不解又难为得来，收拾个吕备攻刚则清，是那故业里，个身就努力应过了狼代，这中国大不对啊，搿算啥名堂？那么想上，先生临走辰光有3封锦囊，关键关键时刻拿拿起来看。那么拿第一封锦囊拆开来，一看上头写得清爽，即黑应有，坏应有。黑娃应有等一看，女郎落莫心后，送礼三方把酒有。啥个意思没清爽？是个生有不理内不睬内，乃白纸礼物及帮忙结果了。所以吕备白纸一份厚礼及帮忙之结有，那么结有拿个信息通拨了吴国他。所以出人进战，甘露寺相亲。那么国他呢？实际有啊，那一道来，为的啥？一人发起2炷香，你也当参谋参谋。假如想蛮好，你不请我也来。那么我知吕备实际的么事嘛，还要不打把人，关键时刻嘛还要帮忙，走进这里来。打进来是一路写进来的。哎呀！哎呀，国太呀，恭喜恭喜！哎呀，恭喜呀！你个帮人，你吃单称啊？啥个弄的？深究心里想本来为什了还？戳戳你个眉头，等你2句。啊，国郎千岁！国太上面勾磨，喜从何来呀？哎呀呀，英勇配美人们，岂不是喜事啊？哼！吕备说什么英勇，怎样配得了上香啊？哎呀，吕备嘛，那是当时英勇，当然配得上，匹配呀，匹配呀。怎样匹配呀？哎呀，吕备那是龙凤之子，怎样配不上啊？你马上说好个？哪副说好家？不样别是。2儿才见一夫一相吧？2儿才见不灵该知路嘛？2儿才见知路相。那是快带你处理那不灵了呀？那2儿才见不是双水狗血还是一相了？还不灵呀？那不灵？我什么双水狗血？我生相我。我生相了，你连看不起别人讲，你2只手拍他讲，你也办不到谁改了，还用等你讲？旁边个国太一听，哎，另外上铺个。2儿才见2手狗血，这个啥帝王之相啊！这样说来，倒是异相哦。是啊，神就哎呀，这个了呀，娘不离屁股进不来个，快点戳戳吕备个鼻夹啊！某位，吕备你以花家怎样配得了上香啊？哈，不比上香一好呀！60岁子，还有60是不来个。哎呀，国太呀，千岁只怕记错的了，想知吕备不只不够40左右啊。哦，40岁的为何来比娘年纪轻？都是这个比我儿子为何做我女婿个啦？不晓得实在比你来呀，我他不轻伤呀。不过对教育口教育啊，那副应当的。啊，要说你那宫里向当官得来呼好的好，你那年纪不当官，弄也不弄清爽，那我当然一个收获嘛，你不收获要向我回报的呀。那么教育还是收获，
还是分龙清少，李龙得了杀了清。那么啥地方能讲？哪还讲呢？讲出来，那国他翻一边个哈，年纪这样大，偶别着搿事体一弄讲，我是诚心不讲的。搿上下弄不懂这样，那两高头讲出来，刘备的年纪相差这个一大度的嘞，看上去两高头讲个，谁不对了还？哎呀，国太呀！想着刘备们乃是当时的英雄，军师们乃是随身佳人啊，他们两人们真是匹配呀！匹配呀！身就好啊，今这个老老的当做对话，戳戳你个美队。啊，国老，千岁怎样？让你到刘备是此的好，你何不将他招在为心啊？这个。对你慢慢来不上路啊！我不理个情况你了解的呀。我给他讲是两人，两顶节，一顶大节，一顶小节。大节嘛，根本都阿个生出，小节讲不追，不能这样。我倘是再有一个女儿嘛，我定就找刘备为师啊！我莫与女儿了，是啊，不放啊，不放啊！莫与女儿再生一个变了啊！我有外去过，晓得我70岁养不出这样，那个冲我面对吧？哦哟！旁边的国太监一气一哈些，哎呀，儿子打过来两高头凑起荡起来夸这个，我来吃上吧。好呀好呀，不要真了，耳听是虚，一见为实。但是时光不早，真生刘使君为非。带来你，那么刘备哎呀来了，来了。不过今朝刘备来相亲心里得懂，啥体么从前了，家男家亲从来没相亲搿种事体。虽然从前婚姻是蛮复杂的，从发成功到成功要经过6礼，哪叫6礼？一纳采，2分明。3纳吉，4纳征，5亲吉，6认亲。啥个意思呢？三哥讲起来纳采了，所以呢看中罗里高三姑娘，但蛮中意，怕媒人把去试透，别人讲同意肯，他是单方面是可以的。那么大家呢，双方面你刚不是拿得来，要请守密先生还有一个叫分明，从前迷信的呀。要个，啥天么两个人等了一道非冲了这个，从前么6年大冲，3年小冲，非冲了克，搿是不能配的。世人不是通过回不来事，3山里向还要通得过。从前经济蛮多的，这个鸡搭杆不能配，等来一道鸡杆不灵的，属龙的到属鸡的也不能配，叫龙凤端还要出3场。羊到虎的也不能配，羊是虎看没法灵的，鸡么谁不结婚啊？这个在迷信，但是从前讲究，该个一关通过呢，我来讲纳采，啥叫纳采嘛？就是要订婚制，男方托媒人要送礼物到女方去，纳采下来要纳征制，所以啦，汉日门前一个月，那么男方呢要送聘金到女方去。还要送60或者12礼物，礼物要人上，而且特口彩，吉祥如意。再下来亲戚要给日脚子，双方面改好日脚，再遇到公事认亲，花家之间新娘子谈得来么包堂做亲，是这样的路。那么刘备想相亲没个要，啥体要相亲？不他要相亲，说明搿桩事体理不清爽。身就居于哪里满起了海？哎呀，今这个相亲有点危险。相亲成功唔啥，反而不成功呢。不成功，高几步踏不到三事体，我性命还有危险了海。哎呀，搿桩件子只有2分跑得。搿么呢，来下来，现在最近不能退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明知山有虎，值得向山行啊！搿么引起的石子龙爆叫，所以今朝刘备你要碰一手，里向再有点西家
外头太头金宝。不是子龙男张说呢，头上来人亏，身上来人牛角。昨天我的精通话术，又有青红宝剑，胯下我顶龙骑宝马，为500兵丁保护好刘备。这个500兵丁诸葛亮精心挑选，突然辰光，2个兵丁为1位，10位就是250个兵丁为1骑，500兵丁前吃是2骑。2米大旗子举得蛮高，刘王说孤刚走亲。现在500兵丁保护住刘备，忙正鼓楼寺而来，一个护卫奔进大殿，兵2000岁。怎样？刘备人马已到北固山。一个清兵奔上大地，兵侯爷，何言？刘备已过清辉亭，再谈。兵2000岁。刘备求见国太娘娘。上下一听，哦哟，那是还看看刘备到底啥个那样子在？国太也可以呀，来得快个。既然来到，你记得的计划。来，是。谢我御前刘使君。是。国太娘娘有请刘使君觐见呐！大地上所有的敌人眼光全部带了外头了浪口。费尽龙头地，小心处处跑，为朕一害孽，招贼构上将。刘备真等宝马，龙颜后梦，莫不假是打上来。拜告我祭，上下激动2只眼睛跟了子外头了啦，看。不他接出2只眼睛，还了浪对外头看啊！个结果了，米奇子的眼睛，还浪对着外头看啊！下身喂，飘飘衣袂，风子好，龙颜嫩，后头滚水谁？14军迷，总是纷纭，谁猜？二天毕竟是虚假，他见最末是期待真实的他令为国太也在仔细看，刘备名扬是非一般。像那3军都真可笑，
揭露其中太荒诞，异想大方是李清辉。古老了手，想众儿神，只是皆应该。王说千公身后里，谁人现在笑他在为人能，岂能于是态？生如三太师，紧守双眉心系。我真白，上下眼眼盯人看，下落彬彬，耍凶喂。后路对，心真之好，为生死。大大目光女一黑，国人心中过思忖。过思忖，深究到刘备夫人的，我的来自一代人为谁为头这个帮语？哦哟，大概就是刘备。刘备啊，你对得大了还，大概到东吴来折亲，偏那个当真啊！所谓精髓。乃不个无杀，发不精髓，不客气。来日玉龙，去日无门，杀！心里是讲想，表面上蛮客气，人上一步。来者莫非刘使君？故这厢有礼了。刘备一看，一个人拉认出来，史称上公。咁肯定就是申权，对申权一望，中等身材蛮宽宏，面色与紫大地红，一目炯炯，反地绿，
落三胡子蹦松松。诸葛先生当我讲的，这个人神乎其神，受用满量。今朝我来的，正是为金杯美人杀人机，代小风声于得名道，要此处地报。所以先民他上来啊，好为举本大名，时来孤儿，今日一见三生于心啊，百外里不知。这辈吩咐眼睛人上来，哈王叔，每等人节来日，恭迎王叔，恭迎王叔。两位将军之拜大夫，拜在此为礼了。阿师弟，见过千岁，去。手持龙大当来，千岁大当，没这样，家人在身，不能协力在此奉业，见千岁。上人受人，名气响。本人2口手持龙得1口1口，仔细1口啊！呀，皮肤雪白，大脸腿红。张某某福得的，你我不啊有在，看上去是呀，鱼马相好，咱面孔漂亮。咦，咱面孔说得来，有点像这部分的嘛。哦，本事好，当起仗来非常狠，要特别当心点。啊，将军上礼，当谢千岁。刘使君礼变前啊，千岁，请拿。请了，你请我去忙镇里向进来嘛？不他举送15号了还那口。哎呦，来在大儿子平八边，打进来个朋友对打七龙关。身浪四爪蟒豹，若大为呀，三绺千岁，雄气飘忽。各种那个气质，各种那个貌相，大家风范，大概谁是刘备？哎呦，哎呦呦，看上去个年纪大我差不多啊！我能19岁搞不离呀，不来该组里能差不多啊！那去搞不离呢？不中意，不中意，偶叫叹一口气。那呀，上香一口嘛，刘备阿也生气呀！哎呀，走起路来步步杀人，稳如他山，大度温文谦虚诚恳。哎呀，真是见手非见，分手非分。哎，理得是人有人法，口中在。刘备一路打进来不了浪口，当中是否还有会无人？看上去谁是不他？哦哟，今朝我的性命在个哪里手里？李扎对接的爷爷，我在口浪的办法了。李个头第一点，我高举特杀名追谁？我在大理啊，我是王叔，用不着带来引大理。接着做个一嘴可不是，那么今朝呢，刘备想我要对内引大的，我要举武器对内克敌，为的啥？我要用我真人，用我气功来打动你。因为此番过江这请不是单单为之特高之物，深虑理应是为了预防立足之地，为了塞防定力。所以刘备想到该打。我为了大汉江山，为了自家的抱负理想，上去抢上一步，国泰在上，刘备亲爱来日，恭请国泰千岁，跑跑跑！哈，想不得了呀！李啥个是能王叔皇帝的亚叔呀？上来打我！打个工做个业，差不多子，擦成了，想不透，哦，对我真正上来，磕头，奔腾，立了3个头，口气，哎，说来稀奇，
刚刚过上里年纪了3个头一刻，年轻在，不拉在，当我能差不多有几分好果子，手里的大礼不够大，身体偏一偏，要怪人亲戚。我吕白相非要紧的，讲啥叫我坏人，啥叫坏人？高贵的客人叫坏人，心定一步，都是国太千岁。神就想分享了口呀，刚刚让米头一走，太口气蛮多的，口不中，不客气努力，杀！哎呀，不对，现在了叫啥？叫怪人悟不来个。那娘一中意我出眉头，金嘴他不让，妹子不让讲，戳里个别讲。啊，某位，这位就是元德公刘备刘老英雄。比老监狱一听嘛，哪个班哪能够去的呢？那出刘备眉头吧，叫你啥？叫你来英雄，你还叫你来英雄啊？别个让谁分哎，今朝被人讲了相亲呀，你叫你来英雄嘛，国太医比你来哪来是？咁呢，我来帮忙。啊，国太千岁，我想这刘备嘛，年轻不惑，与我相比嘛，那是小白英雄啊，小白英雄啊！哎，不必上下一听嘛，结果那个两三我对个喏，对阿哥妈妈说得出的，少说刘备是来英雄，哼，对你妈妈你打刘备相比啊，还比不出啥人来嘞，闲话实在不像，不能讲闲话嘛，冷血一声，嗯。我那讲闲话，啥人够冷血啊？都非要啦！可以看啥人？声音两边浪发出来的，砰，都不过来一看。啊，妹子啥是你呀？哎，我妹子喂，你哪个来呢？你能来，我啥地方能来？你那商量国家大事，你来干啥个闹嘛？啥个国家大事？你来出马我！今朝我是主角，我啥地方能来？我背也来。你那内外人也不怕个呢？这对样怕啥个内外人去？咦，我哪有哪个种妹子个呢？有那个种阿公是有我种妹子。喂，出去！翻你过！我是你阿公背要过个。娘了逼了，阿不是你过。背要过。不睬你。我哪是好在？两高头的眼睛抬来抬去，国他分口气。国他的心思在了刘备身上，要贵人手。国太在让被谁力不放？不用客他坚守不放。谁是被越礼了？来，是屁地北也。是斧头劈开，松扎北汉门。国他刘备身就接过来，国人一族分兵之守定。水过三人，他欲开口。贵人，国太。爱家偏爱江东，雷军之事知之甚少啊！今朝得要当面请教了。这个嘛，这个神就对刘备口，哼！你讲啊，你讲啊！你啥个出身？本人父亲上我才晓得你。毛谁知个呀？你讲出来，我好好就推推那个台。啊，袁德公，请讨吉祥。哎呦，刘备相不能讲呀，我个经历讲起来后手相的，难讲法，我有大家动动脑筋。今朝阿爷讲，辰光得差不多，今朝来不及，下一位再讲吧，不为继续。结果为哪哈呢？让你们再来辰光继续听下去。观众朋友，再会。